勞工處推出最低工資計算指引之後，有工會指有僱主要求員工月薪轉為時薪，變相減人工。有學者話，政府先後用唔同嘅方法計算工資，令到受惠人數遠低於政府原先估計嘅27萬人。最低工資原意係保障勞工，咁但係就引發更加多可能係剝削嘅質疑。工會收到有連鎖茶餐廳嘅員工求助，咁佢月薪8300蚊，包有薪假期。時薪唔符合最低工資嘅水平，咁5月1號最低工資生效之後，咁要符合法例，人工應該係幾多呢？5月做25日，每日10個半鐘頭，咁最低時薪28蚊計，一共係7350蚊。而5月份有5日嘅有薪假，一共1339蚊。另外勞動節1日嘅勞工假期，工資有273蚊。咁加埋人工應該係8962蚊，咁比而家即係要加多600幾蚊。咁但係僱主就要求改合約，將月薪改為時薪。工作日數、工時都唔變，咁仲話加時薪去到30蚊，一共係7875蚊。咁即使照樣有勞工假期嘅273蚊，咁5日嘅休息日就冇人工。咁所以加起嚟只得8148蚊，比實施最低工資之前仲少咗152蚊。來來去去其實都係嗰嚿錢，不過左搬右搬，就希望咧搬到佢唔使加人工。勞工處應該斬釘截鐵咁講一句，如果原本休息日係有薪嘅，好似大部分嘅月薪工人咁樣，就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借最低工資之名去改合約。呢一個警告係應該俾翻資方。有學者指出，由於而家勞工處嘅指引去計算最低工資方法，同當初統計處計算嘅方法有出入，令到政府原本估計有27萬人受惠嘅數字已經唔可靠。其實原來原先賺緊23蚊或者24蚊、25蚊嗰啲咧，其實都可能已經係賺緊28蚊嘅啦。用呢個咁嘅指引去計嘅時候，咁實際嗰個得益嘅人數咧，其實係少咗好多嘅，可能得翻即係10萬啊、8萬個工人嘅。林本利認為，既然當局制定政策嘅時候係根據統計處唔計有薪飯鐘同假期，咁而家就唔應該俾有薪假期計算嘅方法出現灰色地帶。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道。政府喺下個月19號到立法會交代政府外判工喺最低工資實施之後合約點樣處理。有清潔承辦商商會批評政府遲遲唔交代，令佢哋失去預算。距離最低工資實施只係有大約1個月，呢一班食環署外判清潔工都仲未知人工會加幾多。加多即係28蚊嘅，咁我哋都係唔加得幾多啫。我哋都係廿六幾一個鐘咁樣。日食飯時間嗰啲咧，同埋休息放假嗰啲咧，真係好啲。瓊姐同埋二姐而家每個月賺6850蚊，一向都係以工作26日，每日10個鐘去計，食飯同埋放假都冇人工。咁樣計嘅話，時薪係大約26個3。實施最低工資28蚊之後，承辦商每個月出糧就要俾多400幾蚊，先至可以符合最低工資嘅規定。如果4日休息日變咗做有薪，月薪就要加超過1500蚊。如果連飯鐘都計埋在內，咁就要加成2000幾蚊先至符合法例。到時候月薪就會有成9000幾蚊。有清潔承辦商商會話，政府仲未回覆喺5月1號之後合約要點樣改，亦都唔知道政府會唔會承擔差額。而家只係剩低1個月，根本就唔夠時間應對。商會話，而家全香港大概有5萬個政府外判清潔工，咁如果趕唔切同政府傾點樣改合約，最壞嘅情況就係去到5月1號呢一啲服務全部都要終止。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。